好啦，咁嚟到咧選擇題裏面嘅第18條啊。咁呢條題目咧嘅背景咧，主要係講咧關於終點定理、切線定理嘅。咁我哋首先咧就預備咗呢兩個定理咧，解釋下佢嘅運作先。咁我劃定先啊。咁啊，第一個咧叫 midpoint theorem。咁佢究竟係做乜嘢咧？嗱，首先你要留意咧，你係會有一個叫做因間會有個結果㗎，有因果嘅關係嘅。終點定理嘅 C 咧，係因為當初咧你明知道啊呢度係一個終點，另外嗰邊咧又係一個終點。當你具備咧有兩個終點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有個結果噶啦。咁個結果咧，原來就係指緊呢兩條線咧係擁有平衡同埋1:2噶。好啦，呢個就係結果，有平衡啦，同埋有1:2嘅作用嘅，就叫做終點定理。好啦，咁啊隔離嗰個咧叫切線定理，佢嘅原因咧就唔同咗嘅喎。嗱，佢嘅原因咧係基於有一邊係終點啦，咁然後咧係具備有平衡線啦。咁個結果係點啊？咁個結果咧原來就係隔離嗰度咧都係能夠去平分嘅。即係個結果咧就係令到另外嗰一邊咧都擁有呢個終點咧出現咗嘅。咁分別咧就係叫做 midpoint theorem 同埋咧 intercept theorem 啦。咁我哋翻嚟呢條題目啦，其實個運作咧都相當快嘅。嗱，當時咧可以留意下條題目，佢講咧有好多相等長度啦，1、2、3。另外咧又有呢度嘅相等長度。咁我哋咧就會將個焦點咧放喺一啲咧有機會用到剛才講嘅方法嘅三角形中嘅。咁先睇下橙色呢一個，我哋而家就係見到個原因啦。呢個 B 咧同埋呢個 E 咧都係個終點嚟嘅。咁根據終點定理咧，我就會認為啊呢一度咧係有1:2噶。咁我乾脆咧就切佢做一個 x 同埋兩個 x。咁呢個係第一個嘅步驟啦。跟住咧，我哋嘗試轉移去到咧另外一個嘅三角形上嘅，就係呢個比較小嘅紅色三角形，同埋呢個比較大嘅紅色三角形。咁亦都可以見到咧，當初咧你知道，當呢一個嘅 C 咧作為呢度嘅終點嘅時候，而又有呢個係平衡線嘅話咧，係能夠令到你知道呢個就叫做切線定理，可以明白到咧呢個 F 咧亦係呢一邊嘅終點嚟㗎。我哋再講一次啊，因為呢度係終點啦，因為呢一對係平衡線啦，咁所以咧你就會知道呢度係平分，即係終點啦。咁最後咧具備咗 C 同 F 呢兩個終點之後咧，咁我哋就最後一次用終點定理。當呢度係終點，呢個終點咧，咁呢度亦有1:2。咁所以當呢一條係 2x 嘅時候啦，咁成條呢一個嘅長度咧，咁就會係4個 x 啦。咁所以咧，淨係講翻 EG 呢一段咧，就係4x減 x，即係3x。換言之咧，BE 同 EG 嘅比例咧，就將會係1:3啦。